今日好有幸咁請到大師上嚟食我煮嘅意大利餐啦。多謝你邀請。我想問你關於生意嘅成功之道啊，從事律師行業做咗幾耐㗎？我做咗廿幾年律師啦，公司開咗20年啦。屹立不倒當中應該有啲秘訣㗎喎。因為堅持唔放棄咯，創業係好艱難噶嘛。初創嘅公司可能捱唔過頭嗰5年，咁而家我做到20年都仲生存緊。20年咁長嘅時間呢，咁會有風浪嘅。試過隻船就嚟沉，一念放棄咁架船就沉落去㗎啦。咁但係如果你唔認輸，想救翻隻船上嚟嘅，咁都係一個念嘅啫。其實做律師當中最大嘅樂趣，你覺得係啲係咩？滿足感就好大咯。建構到一間我想建構嘅公司，有公司嘅文化，同事做得開心，我間公司又繼續有得發展，都有自己嘅團隊，咁嗰個滿足感係好大嘅。我都好認同滿足感，因為好似我一個廚師咁煮一餐，收到 comment 係 OK 喎，可以夾落去喎，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。你會唔會有信仰呢？信自己啦。每個人都有自己嘅命運，點樣做我每一日每一樣嘢嘅選擇，咁呢個係自己做噶嘛。有咩選擇咪有咩結果咯。每一日嘅結果都係自己做出嚟。你有冇啲咩建議俾而家嘅年輕人呢？做你哋想做嘅嘢咯，唔好做人哋想你做嘅嘢咯。冇靈魂，亦都唔會有咩突破。你人生座右銘係啲咩嘅呢？邊度跌低邊度起翻身咯。你係咪出身富二代？我都想，可惜唔係。原生家庭大唔大影響或者重唔重要嘅呢？原生家庭對自己嘅發展係有影響嘅。經濟好差，小朋友嘅選擇會少咗啲咯，相對。而經濟條件好好，係咪等於小朋友又一定會成功呢？即係如果佢都唔餓，亦都可能冇乜鬥志啊，做人即係唔使做啦，出到嚟咁係好係壞都只係一個開頭咯。你屋企就係為你提供教育、提供溫飽，之後嗰條路係好係壞，係自己影響自己落去嘅咯。而家嘅後生仔想入行做律師，你最大嘅 advice 係啲咩？三思而後行啦。明白。Thank you，Thank you，Thank you。